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9，箴言23章23到24節安尼講：着買真理，毋通買，嘛着買智慧、家事、甲名利。正直人的老爸为大快樂，人生着智慧的囝，會因為伊大歡喜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追找真理、智慧，行正直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疼痛的天父，你是創造宇宙世間萬有的全能大主宰。主啊，你的真理建立在天裡，你的智慧遍滿在全地。你的慈愛無窮無盡，願屬你的兒女通領受你所賜的豐盛，願要感謝學了你無煞。主啊，世上的一切攏無通甲你相比，因為一切的所有攏是你所賞賜。就願謙卑來到你的面前，對找得到真理，敬畏你得智慧，尊嘆你的教示，明白你的道理，願才通予你來歡喜。求你也予阮的子孫代代敬畏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